云林北港的传统艺术电动花灯上界出名。今年北港的灯会就招13位在地艺术家策划来创作，要让大家去北港拜拜时阵，嘛会当去感受文化气氛，欣赏花灯。另外，伫咧西丽福兴宫是甲附近的学校来合作，由学生创作4000粒的高仔灯，挂伫咧庙前是真壮观。今日北港老街巷弄，因都会当看到传统艺术的电动花灯。将顶个挂满油线和充满设计感的高仔灯，拢是由13位云林在地艺术共同创作，希望民众来到北港拜拜，买单体验过去灯会影响在北港的感受。香灯会就是让它回到我们传统北港的这个宗教文化，还有这个温馨的感觉。因为小时候我们元宵节的时候都会在巷弄里面提灯，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可以有一些温馨的感觉。因为它这边感觉是比较古色古香啊，然后这边很好看嘞。文管局文管处表示，今年北港灯会以灵光耀境为主题，会规划在灯区，其中老街巷弄、移民庙和北港灯公所3个灯区，提早在春节连假前开灯，其他的灯区会等到2月3号登场。另外来到西丽福兴宫的庙门前，挂满彩绘高仔灯成为灯海，吸引真侪民众来翕相。咱浊水溪两岸、彰云地区浊水溪两岸890间学校的学生所创作的。因着名，阮有咧内底，剩咧吊咧外口，希望全国乡亲来，才欣赏阮这上有人情味，上有童真的花灯安尼。庙表示，庙门前所挂的手绘高仔灯，每一个作品拢是邻近学校学生所画，数量大约4000粒，还佫加上真实的高仔灯，数量有3万粒，互西丽街道充满过年的气氛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。